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。以下由我小窮仔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啲有趣新聞。生活已經夠晒大壓力，今日不如一齊放鬆下，嚟個網民集體回憶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口氣盤點近年全網最爆、最無厘頭嘅10大離奇搞笑新聞。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世界到底可以有幾荒誕。首先，梗係要講下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經典。當年港鐵屯馬綫隆重開通，新聞直播訪問咗一位羅先生，點知佢面對鏡頭完全冇怯場，仲即興引哼高歌，唱出一句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。歌詞魔性，表情極度陶醉，直接將自己唱到變成了神級迷因。講到搭車，廣告排版真係好重要。之前某個網約車平台喺的士車身貼廣告，原本想寫安心出行之類嘅標語，點知排版出事兼移位，一開車門竟然驚現安心帶3個大字。路過嘅網民紛紛啼笑皆非。不過最令網民摸不着頭腦嘅車廂奇聞，莫過於有人喺巴士地板上執到一對完好無缺、被主人遺落嘅 New Bra 奶貼。相片一出，全網轟動，大家瘋狂聯想，究竟係邊位大頭蝦落車可以落到無端端幫自己減重同輕量化呢？真係隔住屏幕都覺得尷尬。除了車廂奇聞，小孩子的表情亦是亮點。內地有位小朋友在接受採訪時一本正經，好有大將之風咁講，讀書係我嘅本分。點知企喺佢旁邊嘅另一位小孩哥聽到之後，瞬間展現出一個震驚到 O 嘴、雙眼發光嘅神情。呢個嫌棄又驚訝嘅表情，完美演繹了乜嘢叫用生命嚟食瓜，直接成為新一代表情包。而講到全港食花生嘅巔峰，點少得全城瘋狂追看嘅何伯與何太東張西望大戲。一位老翁攜同新婚妻子高調受訪，分享兩人閃婚過程同埋驚人嘅財產糾紛。由於情節高潮迭起，仲精彩過無線嘅黃金檔劇集，搞到全港市民晚晚坐定定追劇，衍生出無數改圖同二次創作，直情係香港新聞界嘅傳奇。世界之大，真係無奇不有。有人為咗啖氣，可以去到幾盡？內地有位阿叔，因為同銀行發生糾紛，發現對方多扣咗佢1毛3分錢。一般人可能就算數，但呢位阿叔偏不，佢為了討回公道，竟然同銀行周旋，打官司打足13年，真係要頒個終身毅力金獎俾佢。如果打官司係考驗毅力，咁明星模仿大賽就係考驗眼力。某個網絡平台搞咗個明星模仿大賽，原本以為係向偶像致敬，點知最後變成群魔亂舞。各路山寨歌手齊聚一堂，畫風極度崩壞。網民睇完都紛紛留言笑稱，呢個陣容真嘅明星睇到都會集體無言以對。其實連大自然都有搞笑嘅時候，好似紅極一時嘅巨型橡皮大黃鴨嚟香港維港展出，點知因為天氣太熱頂唔順，其中一隻突然泄氣，變成一塊薄薄嘅鴨餅喺海面漂浮。呢隻躺平鴨不僅沒有令活動失色，反而激發全港市民嘅同情心，爭相去幫佢打卡集氣，場面既荒謬又療癒。最後，我哋睇下海外嘅奇葩事。外國海關破獲一宗令人毛骨悚然嘅走私案，一個外號蟑螂教主嘅男人，竟然試圖走私近10萬隻違法昆蟲入境。海關人員一打開行李箱，成千上萬嘅蟲爬出嚟，真係隔住屏幕都覺得頭皮發麻。與此同時，外國還出現了集體烏龜越獄潮。因為高溫天氣，大批寵物烏龜趁主人唔留神，竟然集體爬出家門上街散步，在馬路上上演一幕幕慢速大逃亡，搞到一眾自主手忙腳亂在網上尋歸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好啦，一口氣睇完呢10個離奇又搞笑嘅新聞，邊一個最戳中你嘅笑點？定係你身邊其實都有更離奇嘅事發生過？大家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